欢迎您回到新闻现场。日前，在一场探讨图博和新疆人权现况的座谈会中，资深评论家林保华表示，中共刻意实施种族歧视政策是造成新疆冲突事件的主要原因。也有学者分析，中共为了替镇压塑造合法的理由，才刻意的将维吾尔族和恐怖组织连在一起。中共镇压西藏50年后，又将黑手伸进新疆，打击维吾尔族人。血腥镇压的画面传到国际上，受到外界的谴责。谈到中共统治下少数民族的处境，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表示，中共在西藏推行的就是某种形式的文化灭绝。你不应该对西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分而治之的目的是为了削弱你。资深政经评论家林保华表示，新疆有几十万人因核试验而死亡，这个问题也是过去很少人提到的。而维族人在国际上的处境比藏族更为艰困。上公共汽车旁边的人全部都闪开，甚至政府还这样子鼓吹。最根本的要解决新疆的一个人权问题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要从种族歧视这个方面着手。台湾国际法学会秘书长廖福特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中共镇压少数民族的行为不会改变，中共不会允许少数民族真正的自治。他刻意的把这个东土耳其斯坦的人民他所要追寻的民族自觉跟人权的保障的部分，跟开达组织做联系，然后同时也能够去正当化中国镇压这些行为的一个正当性。最近纽约的世界维吾尔族大会上，主席热比亚沉痛表示，中共消灭了蒙古族，又要消灭维吾尔族和藏族，这绝对不允许。你们是人类，我们也是人类，我们要求不高，只要活下去。新唐人亚太电视傅东、庄斌，台湾台北采访报道。